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2月初8。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第105节到112节。箴言第6章第6节到23节。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到30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迄个光。光伫圣经的教导内底是非常重要的。对创世纪的记载，咱看到世界是混沌无明的，也因为安尼，上帝就创造了光，互混沌的世界有光，有日头、太阳、月亮、星，正做这个光的来源。正做约瑟做梦的内容。伫约书亚记第10章12节到14节的经文安尼记载：上主互以色列人杀赢阿摩利人。伫迄一天，约书亚伫以色列人的面前向上主祈祷。太阳停伫基遍的顶悬，月亮停止伫阿雅伦国。太阳就停了，月亮也无震动，一直到以色列打败对敌。这个事记载伫雅珊尼书顶悬。太阳伫天顶规工无有落去。上主听人的话，以前无有亲像安尼的一天，以后也袂有。上主为着以色列征战。另外，咱伫列王的中间，伫以色列记列王的这个下卷，也提到太阳。上帝用天子太阳做记号，互希西家王知伊就是上帝，并且要医治伊。马拉基书第4章的第2节经文也提到着，可是对恁这会敬畏我的人，将来有拯救的太阳要来照恁，医治恁。伊将要亲像对牛拿放出来的细只牛同款，跳跳快乐。遥讲看以色列的保护者，伊无拄眠也无困。上主要保护你。伊伫你的身躯边庇佑你，日时太阳无伤你，暗暝月亮也袂害你。这是诗篇121篇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上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伫新约福音书中间提到着的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以前做事的人总是讲日出日作日落日来息，会通安尼做，表示真正认真的做田的人咧工作。另外，伫传统上认为，女的就是结婚就嫁到先生的家庭。所以，迄当初时呢，有一个劝世歌安尼讲：做人的新妇，着知道理，着晚晚去困，着早早起。当然啦，这伫现代已经毋是遮尔适合啊，因为即卖的生活这个工作的时间拢无共款。但是呢，伫提醒咱一个人的每一天的时间甲伊有努力勤奋有关啦吼。
侪人现代人可能因为即个工作有跨国的工作，嘛特别伫即几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国际网络工作会议非常多，常常需要配合主要的时区日暝就颠倒。但是规工拢在困，就可能表示即个人工作无认真，做代志无温群、分担等等的。伫圣经的箴言是一本圣经内底的劝世文，伊安尼讲：分担的人着爱查看狗兄怎样生活，恁着爱伊来学习。因无有领袖，无有官长，无有统治者。可是因伫热天来积聚粮食，伫收割的时准备过冬。分担的人你着要甲困到当时呢？你什么时才会起来呢？你讲我只要眯一个，困一个，手插过歇困一个。但是当你伫困的时阵，宋向要亲像强盗来攻击你，欠缺亲像带武器的匪类来攻击你，遐会佚佗的邪恶的人四界讲袂出，因屎目尾手来用骹手做记号，就是要来欺骗你。因腐败的心肠时常都无歹事，四界制造纷争，因为安尼灾会要突然临到伫因要遭受到致命的伤害。有七件事是上主所怨恨的，是伊所袂当容忍的，就是武慢的目睭，讲袂出的嘴，杀害无辜的手，策划阴谋的心，奔走歪路的骹，编造假见证伫朋友的中间来讲是非的人。圣经的角度真无同款，讲到着若准伫咧拄久的时阵，遐的匪类就要来攻击你。也因为安尼，恁必须要警醒，互家己活伫光中的这个人。那安尼，遐的属伫黑暗的代志就无法度攻击啊。所罗门安尼来告诫伊的囡仔，伊讲：少年人着谨守你的老爸的教示，毋通袂记即老母的教导。你着爱将因的话刻条伫心，绑伫颔仔骨。因的教示要引带你的路程，暗暝保守你，日时陪伴你。因的教示是光，因的教示只是恁人生的道路。有警觉的心是人活伫光中的记号，因为因听了光的教示，会过了真谨慎。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跟对伊的人就会当活伫光的下面。咱头前讲到圣经的记载，迄个光代表是上帝的权柄，光代表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同在，因为军队光属伫黑暗，就无法度来攻击咱。遐会互咱致命的伤害，也袂临到伫咱。耶稣基督家己嘛安尼讲，我是世界的光，对我的会得到生命的光。决断袂伫黑暗内底行。
法利赛人对伊讲：你是为着家己咧做见证，你所见证的是无效的。耶稣甲伊讲：就算是我为着家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也是真实，因为我知我是对倒落来，要对倒落去。恁却毋知我对倒位来，要对倒位去。恁掠做用人的标准来判断人，但是我无判断任何人。就算是我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因为我毋是家己判断，是迄个找我来的爸甲我做伙判断。恁的法律册顶悬的记载，有2个人见证3符合，因的见证就算有效。我为着家己做见证，迄个找我来的老爸也为着我做见证。耶稣基督是迄个光，才得接受伊、认捌伊、跟对伊，咱就会通看见上帝、认捌上帝、领受上帝的救恩，就袂甲遮个法利赛人共款分袂清楚。另外，伫光的引川的下面，咱就会通进入伫伊的救恩，得到医治、领受伊的救恩啦吼。看见主的面，不但是安尼，咱也要领受着伊的光照，成做世界的光，才着咱被改变的生命来反射主的光，来照伫这个世界的黑暗中。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安尼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正的判断，我决意要遵行，我一定要按呢来遵守。我受到极大的苦难，上主啊，求你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上主啊，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娱乐，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要顾我无袂记即你的律法。歹人设罗网要害我，要顾我无偏离你的律例。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因为这个是我的心所喜爱。我全心归向你的命令，永远遵趁，直到生命的结束。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成做世界的光，好叫阮成做主的仆人，也做世界的光，来照光阮周围，互人得到利益。感谢主，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